同事。審訊期間，我日日喺現場，我覺得個結果係令到我哋非常難受，係咪？除咗7位之外，我覺得喺佢哋被判刑之後，我當晚我自己寫咗封電郵，仍然未寄出，就係關於我哋自己本身嘅權利。基本法第27條係俾我哋香港市民有言論自由、集會、組織工會、加入工會嘅權利，但係呢一樣嘢喺我哋 P.J. 行為與紀律第45項，佢係話我哋唔可以加入職工會。我希望我哋協會喺今次嘅事件之後，認真咁檢討、審慎去審查呢一個文字上面嘅衝突。因為如果我哋嘅協會升格咗為一個工會嘅話，我哋同政府談判嘅籌碼係會升格，係會唔同。